欢迎收看《大家世界》，我是阿明张伟明。伫咧咱进前讨论过这个中天新闻换照这个案吼，伫咧昨已经有结果啊。咱看到 NCC 咧，就是咱国家传播委员会7名委员一直做出这个结论吼，咱看到是7票对0票啦吼，决议什么不爱互这个中天新闻来去换照啦吼，大概有4点这个理由啦吼。那么看到讲这个网中集团吼，甲这个主管机关其实拢讲吼，要求着专业反对着外力的这个介入吼。咱嘛看到讲 NCC 先指出着这个大股东蔡衍明吼，伫咧经济力头顶来介入吼，无互这个新闻工作者专业甲自主的这个空间。咱头拄讲到这4大点，亲像啥物咧？亲像这个违规的这个数字吼，伤过头悬吼，内控甲自律的这个机制失灵去。另外咧，就是高档啦吼，咱看到就是讲这个错档也好，也是讲其他这个高层吼，干扰到新闻这个制度头顶吼。另外就是讲改善的这个策略无足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另外一方面哦，中天新闻质疑这个换照这个过程哦，是受到执政党高层的这个政治力的这个介入吼，无经过专业标准来进行着审查啦吼。啊，并且咧，咱讲吼，这个指控讲吼换照无通过啊，是执政党对这个言论自由还是新闻自由这个打压嘛，侵害到这新闻这个员工吼，因的工作权吼。所以咱今日透过今日节目，就要来看讲吼，其实咱嘛看到讲中国时报这个头版吼批评啥咧？批评咱讲吼，真正是台湾新闻史上上黑暗的这一天吼，真正见笑吼，历史会甲恁记条条啦吼。但是咧，嘛有真侪种声音吼，就是讲回归到这个 NCC 集团也好，也是讲吼这个蔡政府的这个政治力这个部分吼，到底安怎来去说明吼？靠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去对话。这边来邀请4位来宾做回来对话。第一位咱邀请到中国国民党文团会副主委郑兆新，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律师黄地勇，主持人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这个曾朴章，各位观众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到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大家好。是啦吼，首先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吼，昨这几日吼，有人讲吼是这个戒严以来啦吼，真正是上黑暗的一日啦吼。因为这个 NCC 吼7比0，但是 NCC 嘛个一届回应就讲吼，因是照着这个专业吼来去做一寡换照，也是不爱换照，绝对不是关台，也是不爱关台吼。先做来看。7位委员一致决定驳回申请，不予换照。NCC 审查中天新闻换照案件，最终7名委员决议不爱换照。主委陈耀雄亲身说明理由，并且回应媒体提问。违法记录非常的严重哈，104年到106年这个3年之间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违规记录。107年以后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它的整个违规记录就逐渐累积。NCC 指出，中天新闻在6年执照期间，前3年表现良好，无违规记录。不过后来这2年半时间，违规大增加到25摆，妨害1153万。而且中天新闻民众申诉案件在105年、108年数量拢真悬，占整体申诉案件3成以上。除这以外，要大股东蔡衍明直接介入这部纪律。他们的大股东蔡衍明先生呢，直接间接的介入中天新闻台直播的事实。那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他这个是一个权力关系的内部沟通、内部的谈话。这个也是告诉所有财团要买媒体，在经营过程里面，你还是得去尊重这个新闻专业自主，要必须跟新闻呢保持一定适当的距离。而媒体提问是不是言论的杀手，陈耀雄表示反对这种讲法，认为拢有依照行政听诉法进行，听诉已经考验，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行政官司也已经做好准备。抗议我们并不是言论自由的刽子手。中天一直在说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这个是对于所有媒体从业人员的一种侮辱。只有一种言论这种说法呢，基本上它是停留在党国时代。台湾在民主化、数位化以后，从来就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中天新闻台执照会在12月11号起，除了行政官司以外，劳工的工作权也可能受影响。台北市劳动局指出，这阵也无收到公司申请大量实体劳工计划书，也提醒若是要资遣员工，必须要符合相关规定。而中天综合台是以付款许可执照来换发。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讲着 NCC 吼，真正是这个独立、这个审查、这个一个权力、这个机关吼，伫咧吼，但是有人批评讲吼，哇，伊即阵是这执政这个执政党的这个打手吼，安怎来看咧吼？咱嘛来看讲吼，即回这 NCC 无爱互这中天新闻换照这个原因吼。好，第一个部分咱看到中天新闻吼，坐届违规啦吼嘛吼，这个民众这个吼检举吼，无法度落实到这个新闻专业吼。2014年违规25摆啦吼，甲即阵咱讲吼，这个金额吼有1153万向罚啦吼。啊，2019年哦 ，NCC 受理这民众申诉的这个案件，中天新闻就占差不多这个3成吼，无法度落实到这个新闻专业吼。首先，咱先请这个赵先生来看啦吼，就是讲啊，有人讲吼，这个 NCC 是这个原因，但是咱看到这个中天新闻绝对讲啊，这为什么我的这个吼诉讼还搁咧进行吼，你就安尼吼照第一条安尼甲我做一个处分的，你安怎看？其实这案件咱照实来讲吼，言论自由毋是讲无限制，无限制，这是咱是同意这咯。啊，毋过虽然讲是安尼吼，啊，毋过你若是一个新闻台吼，不予续照这问题是最严重的代志吼，爱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若是咱讲国家的安全啊，是啥物款的方法？啊，即摆咱看的这这是上济还是安怎的物件吼？这种较技术面的问题，次数最多或者是不或者是少啊，这个东西就是讲有人要检举，有人在网络，号召大家拢做伙来检举，这就容易就是安尼。上济案件就有上济案件嘛吼，啊，讲第二、第三是其他的电视台，嘛有同款的情形。OK。啊，不过今日的苹果日报的社论写得真好，哦，讲他虽然不同意这个中天新闻台的立场，哦，可能亲中啊，可能内控安怎的，不过为什么要关起来？哦，这个有没有针对性？譬如讲咱顶届讲者吼，中天新闻台讲有报道讲啥物啊天线祥瑞啦，甲以前的总统候选人有关系啊。啊，不过同一个时间啊，有一个咱嘛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啊，伊就做阁揆啊，做行政院长啊，吼，然后讲伊嘛是天线祥瑞嘛，有讲祥瑞的物件，伊就无代志。OK。啊，咱讲啊，是毋是同款的标准？若是有同款的标准，咱台湾的新闻台当存几台，咱是讲公共电视是无问题啦，绝对无问题啦。是。啊，其他要安怎吼？那一致的标准，互大家讲，若是有一寡。无法度说服大家的理由的时阵，大家想讲是毋是有针对性？是毋是因为讲是政治光谱的无共？特别对伊来讲是加强这样子的一种检举的行为。OK， 咱先哈，佮邀请到这个律师啦吼，就是讲咱嘛讲过啦吼，就是讲这个若是处理到咱讲电视台吼6年换照一遍吼，啊，这回是这个中天新闻拄好伫咧12月这个11吼，啊，咱讲期限到期啦吼，若是共款其他吼有这个咱讲挖倒伊咧这个熟的这个媒体啦吼，共款。若是拄到这款换照，是毋是按共款标准来去处理咧？当然，因为咱即马卫星广播电视法内底规定吼，伊无咧审查讲立场啦。你要讲你是支持倒一党，还是是毋是反对执政党吼，拢无咧审查。卫星广播电视法内底针对换照吼，咧18条的规定啊，伊就讲你要换照吼，你过去的即个记录，包括你英文的计划，包括你是毋是有违反本法的记录，即个部分拢是换照爱判断的一个要件啦。所以伊就无咧讲你是啥物立场。今仔日如果讲即个电视台，伊不管是毋是支持执政党，伊若是共款去用罚甲遮尔悬，其实过去 NCC 有针对着其他的电视台，因为罚款真多，违反本法的记录，共禁止人换照。有呢，其实踮咧2010年即个年代综合台，伊迄个时阵罚款吼。1000万甲1000万以上，处罚记录上多，所以伊迄个时阵是无同意伊换照。现主席的中天吼共款啦，共款的条件是讲伊处罚了上多，伊是罚1153万。伊的处罚内底吼，包括啥物油啊，大家看到啥物油啊，啥物200万斤倒咧水库啦，等等，这去用检举非常的多，检举。甲3成吼，检举是一个数字，另外一个是裁罚的数字，就是讲罚款甲违规的这个数字到底是安怎？过去咧2010年，这个年代综合台罚甲1000万，以这个拒绝伊换照这个案例内底，咱踮咧行政定数法顶悬有一个叫做行政自我约束的原则，就是讲我过去有这个判断，我未来如果拄着相同款的情况，拄则咱主持人咧问着讲，啊，若其他电视台，比如讲伊较支持执政党，但是伊同款有去互安尼罚甲遮尔济的情况，而且伊佫有其他的即个，包括讲即届去互发现讲，啊，即个资本家，咱不管即个资本家伊支持倒一党哦，即个资本家伊甲伊的手用透过即个去用截图出来，即个微信的即个截图，讲直接去共新闻直播概念，
如果是相关的这个条件拢相像，因共款是袂使换照的啦，不管伊支持倒一党。所以点解卫生广播电视法内底第18条咧对换照的法律要件真清楚，违反本法的记录，就是袂使换照的这个要件内底。过去咧2010年代综合台罚1000万以上，伊共款无可以换。现主是咧行政自我约束的这个观点。伊共款无互中天换照吼，这是正常。另外，我要搁强调一个问题是讲，其实踮咧即个2014年，针对中天新闻内部控制，是毋是有一寡问题？迄个时阵是马英九政府执政，迄个时阵 NCC 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嘛过半数讲，这袂使互换照，伊内部控制有问题啊，伊咧无法度有一个较独立的新闻自主专业。所以迄个时阵2014年，马政府的这个专家咨询委员会嘛是讲这无建议换照。同款的判断吼，甲2020年同款，所以我感觉这个毋是虾米哪里的问题，这是法律的问题。就是回归到这个 NCC 啦。同款是 NCC 内底的专家学者安怎落去判断，讲这是毋是这个公司内底内部控制有问题？我要强调一遍，为什么针对这种新闻台有这卫星广播电视有这要求？是因为伊占着咱人民这是稀有资源，这是国家的嘛，稀有资源，所以伊有要求一定的公共性。你一定要有一寡负担，你毋是讲我今仔是这个媒体的头家，我要安怎做新闻安怎做新闻。你新闻有一寡专业，包括爱公平报道，包括爱事实的查证，这拢是一寡要求。新闻专业的伦理，这个要求就是讲你出钱的人，毋是讲点样叫做做头家，你要去尊重专业的自主。这是卫星广播电视法内底法律的明确的要求。点样遮过去有这个相关的案例，包括年代综合台的2014年针对中天这专家学者嘛，甲你讲无，我感觉不管倒一党执政，2014年是马政府国民党执政的时阵，专家学者甲你讲，这内底内部控制有问题，无建议换照。甲2020年专家学者共款甲你讲，这内底内部控制有问题，无建议换照。不分蓝绿，踮咧遮不管倒一党执政，针对法律中顶悬的要件、专业的判断拢相像，中天不换照，我感觉这是依法行政。OK， 依法来行政吼，咱过来看讲这个 NCC 的这个一寡理由是啥物吼？就是讲吼，107年这个并监了后，中天新闻内控甲这个自律的这个机制失灵吼。啊，其实咱嘛讲到2018年是一个关键吼，当时咱讲咧总统，咱讲地方选举的这个部分吼，高雄市长，迄当阵是韩国瑜吼，所以咱讲吼，迄当阵真正是政治新闻较兴较热吼。啊，有人就讲吼，可能这是内部自律的这个机制来失灵。啊，另外就是讲吼，新闻这个制度袂当受到这个不当的这个干扰吼，违反到这个中天新闻的这个自主的这个公约吼。伊咧讲啥就是讲吼，这个咱等下看到这个 WeChat 这个图啦吼，啊看到讲吼，股东这个蔡党甲这个非中天公司人员邱家儒吼，伊是本地是这个中视的啦吼。啊，即阵吼，咱嘛讲到可能有5个月至8个月吼，内底吼，咱讲中天是无这个总监督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中视的这部分是来这个暂代啦吼。所以这个新闻台这个制度啊，明显就违反着公司所规定的这个新闻自主公约啦吼。啊嘛叫咱讲 NCC 列做是无换照的这个原因伫。另外，咱嘛看到讲中天新闻所提供的这个补充意见甲这个承诺，无法度具体说明会当改善的这可能性，就是这个未来部分，你来教讲未来这个咱讲吼6档的这个英文计划书啦吼，所以讲吼陆陆续续会当看到讲吼，这个袂当排除也是吼，会当排除这个股东吼不当的，这个无适当的这个干预啦吼。啊，尾手，咱嘛看到讲吼，陆陆续续这中天新闻这个员工劳动权的这部分，还是讲这个咱讲吼看的这个观众这个收视的这个权益安怎来去做一寡保护嘛，是另外一个重点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吼，咱会记得这个10月2日迄当阵吼，这个听证会迄当时咱看到讲吼，这个蔡党迄当阵讲吼，伊一年通天内底过年时阵去到中天去拜拜，这个中元节的时阵过去拜拜啦吼。但是这个部分 NCC 伫10月开这个听证会啦吼，到尾手。可能有这个前立法委员流出来这个对话啦，继续先来请教曾教授啦吼。这个部分你安怎来看吼？就是讲吼，伫咧听证会伊有啥物法律上的这个意义无？甲这个尾手吼，有人讲吼，这个蔡党是伫这个听证会头顶讲白贼，甲尾这个事实倒袂起来，就是讲这个 WeChat 头顶的这个对话，当讲吼，伊就是安尼控制着这个新闻台的这个内部的这个编辑台，你安怎看咧？是今日这个结果哈，我想。这是7位委员共同的决议那个人表示尊重啦但是我嘛要提醒 NCC 阮表示尊重，但是你爱概括承受所有的社会评价甲历史定位今日若使用共一支笑来让所有的有线电视台，大家不会讲。
但是有针对性，这就歹讲啊。OK。头拄啊，主持人阿敏讲到吼，NCC 用4点的理由来反驳中天嘛吼。第一点是违规采罚的记录伤济，第二点是内控甲助力的机制失灵，第三是大股东高层来影响电视台的经营，第四点是无看到什么改善的策略哈。啊，我会使替中天来做淡薄仔说明吼，因为伊感觉唔甘愿，感觉无甘心嘛。啊，是安尼咧，咱想吼，高层甲股东有影响电视台无？在座的来宾应该捌听过吧？民视的前董事长郭培宏捌讲过，咱即摆台都有3间电视台啊，民视、公视甲这个华视嘛，是毋是安尼？我毋知啦吼。但是呢，伊讲即种话，是毋是对伊迄个新闻即3个电视台新闻部门产生影响无？那会记你4月份千过 KTV 火烧厝，烧死5个，数十人受伤，这是重大的火灾事件。迄阵连台新闻台有报千过 KTV 新闻无？无啊，两刚好去用美甲袂用，而且简单出来报几个受害者家属的反应。啊，你讲迄练台生有影响到无？所以讲，若会使用同一支笑，同一个标准啊，来让所有电视台，我想中天袂感觉唔甘愿啦吼，袂感觉迄个不服。但是即摆最上大的问题是，你以后啊，就是用中天用关系台无，这是无重要。重要是有法度用同一套标准来让所有电视台，若是有，咱表示无问题。咱即摆来看吼。NCC 讲，中天的财阀的伤济摆发伤济钱，但是伊有几点会使说明吼。第一点，大多数是政治性的节目，伊的争论节目，哈。那个争论节目扣掉咧，三立隔壁加一项，那是罚钱嘛，上济啊。若是安尼，其他台爱罚无，吼。咱因为这个无量化标准嘛，我想阿扁会记哩吧？你读台的时阵，若要退学，标准是啥物货？标准是啥物？退学，嘿，就是2亿啊，3亿。2啦吼，安尼即摆电视台换照无这个标准啦，无量化的标准啦。比如讲，若是像咱驾照用记点的，啊，你迄个超速扣1点，OK，啊，那闯红灯扣3点，1个月扣6点就吊销，啊，就无话讲。啊，咱即摆 NCC 的法则无种量化标准嘛，若是讲为量化标准，我想中天嘛歹势讲伊无服。第二个咧，你的这量化这个标准是讲吼，过去若是违规就扣几点安尼部分，因为这个是无嘛，所以讲你若伫比中天减一项，会减罚100万200万，爱吊销无？好，若是以后啦 NCC 用这个事件作为一个起点来研究，用量化的标准来，比如记点，好，你某几点的时阵，你的这个角度无话通讲嘛。好，这是第一点，咱使建议 NCC 的。第二点就是讲，咱电视台毋是袂使关，中华民国嘛毋是毋捌关过电视台，但一个时啊风波遮尔大。因为按照民利基金会啊，游银龙迄间哈做的70%左右的咱台湾民众，无相信 NCC 是无政治色彩的哈。另外有1/3的民众其他民众差不多反对，要互中天换照。所以讲咱行政以来咧其他的独立机关，像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还是消费者保护基金会，唔讲100分完美，但是无受这人家挑战。那现在 NCC 这人家挑战，你去5月啊，半当前，总统府捌流出一份文件嘛，讲有2个新的 NCC 委员，哈，色彩甲质量都较近，哎，配合处理中天的代志。当然啦，总统府讲迄是骇客入侵，伊否认啦，但是信者行信，不信者行不信，啊，这免啊处理，哈。上尾我爱讲的就是讲未来啊。中天无需要怀忧送治哈，因为有像历史拄仔讲的，伊的法律的动作会使做哈。爱相信中华民国的司法啦哈，毋是无报，各有其他保守。但是拄仔历史讲的论点，我大部分拢同意，但是有点我爱澄清啦哈。就是人讲迄个像中天这种卫星电视台哈，是迄个稀有资源哈，用的广电屏幕其实毋是啊，台视、中视、华视啊甲。公司甲民视是无线电视台，但是中天三立甲 TVS 东森因是卫星电视台，因为节目的顺序是最好用卫星拍起，卫星佮拍落来，接收了用咱线传出来，你要开远一点，所以伊毋是迄个稀有资源啦吼，这点咱是要厘清，毋是公共财，但是有公共性质。以上。对，媒体嘛是这个公共性质啦吼，咱搁回过头来看讲吼，咱讲这是这个前立委吼黄国昌，然后就是讲这个听证会了后，
逼出来这个资料，就是讲吼，这个是这个咱看到这个蔡党的，甲因国其他的吼，有参加到这个节目，也是讲吼，这个媒体人，也是讲吼，编辑台内底这个吼主管地的吼，咱看吼，就是讲吼第一个部分咱慢看到讲吼，这个中天新闻这个回应是啥物？这个下令追查吼，苏贞昌这个红偷摕180万吼，拿袂去报警吼。另外咧，就讲吼，哇，这个部分就是讲吼，这个蔡党讲啥？只要追查吼，这个苏贞昌议长解说讲吼，向偷摕180万，啥袂报案啦吼，讲吼卖转移焦点吼，即阵连市民拢不袂清楚吼，安尼吼，咱讲吼，就伊下这个指令了，咱看就讲。有这个中国时报这个社长讲我收到啊，佮有这个其他人嘛讲收到，这个邱家如嘛讲伊收到。另外佮有啥物？这个下令批评讲 NCC 吼论做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打手啦，吼，当批评 NCC 无价啦吼，论做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打手，请社会大众佮一摆看到这个现场的这录影吼，这就是讲吼，之前咱嘛有讲过这个卖离开啦吼，这个单期卖这个竞选场合啦吼，就讲这个中国时报这个社长，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外款吼嘛是这个。咱讲政论节目定定去向邀请的这个一个来宾之一啦吼。邱家如迄当阵是这个代理，咱讲吼这个总监督啦吼。伊讲吼这个暗报甲这个新闻林光峰吼，拢会往这个方向来去做一寡这个执行啦吼。另外咧，咱嘛看到讲吼这个部分就是讲听证会甲尾手这个经立委安尼流出来这个资料啦吼。头拄啊，咱讲这个教授嘛有讲到吼，这个总统府的这个文件啦吼，hacker。所流出来这个文件讲，哇，这个就是照剧本要来关中天，那个发言是怎样看？我感觉中天唔是去用关，中天就是6年爱换照，伊依照专业的这个判断，包含违规次数过多，没有办法落实新闻专业，还有伊的新闻自律机制失灵，还有伊的新闻制播过程去有鲍老板。干扰违反了中天电视台自己的新闻自主公约，还有过去2014年伊换照的承诺甲意见，伊尾啊伫咧即届换照的时阵，去用零星来检视的时阵，完全无照季前换照的时阵来照讲照行，所以伊才会去用换照。毋过咱国民党的朋友，还有挺中天的真侪好朋友，伊即摆拢讲就是民进党甲中天关起来，我要甲大家讲，伊个即个物件叫做换照。换照唔是干那中天6年的换照，包括咱讲的年代、3立、民视拢共款爱，所以头拄啊真侪好朋友讲的，讲中天迄个什么3立嘛有啦，民视嘛有，我甲你讲，你著甲检举，伊若确实伫咧这部新闻的时阵无专业，互鲍老板，这头家甲影响，剩这个蔡衍明用这样直接的指示。要求编辑台做哪一条新闻，而且要追杀到底，这个就不叫做新闻自律跟新闻专业。你头家受过什么专业的训练？你是安怎？因为你出钱，你就会当来决定这新闻台的新闻的走向。我感觉这是唔对的。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这届中天的事件发生了后，互大家定心来看，咱真侪咱的。这个有线电视台的新闻台，伊的直播新闻是毋是有够专业？我感觉这是真好的。所以大家若是感觉唔对，也是讲这个新闻做了唔对，该检举的咱就检举啊。咱的乐听人才有一个真实的新闻能够接收到，而不是被鲍老板诠释过的新闻哦。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今仔日中天去无法度换照的原因，唔是因为蔡老板伊的政治立场。OK， 是因为鲍老板把自己的决定影响了整个新闻台，或这个新闻台无够专业，无够自律。而且我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头拄仔大家讲的就是讲，伊去用处罚足济，你知伊去用处罚的，唔是拢是因为政治的公法去用处罚的，伊去用处罚的有啥？违反事实查证，这足熟悉的吧？比如讲，迄头拄仔地颖律师讲的啊，你油啊。都无产那济，迄都毋是真正蹲伫咧遐，马豆文旦毋是蹲伫咧遐，去什么要处理掉的盛产呢？这都是一个事实，这个当去查证的啊。中天新闻来甲伊解说一下，因为吼，这个部分是这个连线这部分，因嘛尾手吼有解说讲吼，这是现场这个观众朋友所讲的吼。我要讲的就是讲，新闻台你要做新闻、做节目的时阵，新闻查证都是真重要的，因为你讲出去。下一秒钟，可能你的乐听人的转台啊， OK， 对不？你都看到的人就受你影响啊。所以为什么咱对新闻台要求的这么啊悬？
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影响的最大。人拢讲啊，我依照我嘛新闻系的，我是文化大学新闻系的，我的老师甲我讲，守望决策、教育、娱乐都是新闻台、大众媒体上重要。上重要是啥？守望。OK。再来是决策。所以你若无法度做到守望，你嘛无法度互我政策正确决策的时阵，你就已经影响到你的新闻的专业啊。所以我感觉中天，你看伊去用处罚搁较侪是啥？违反公序良俗，搁较侪第三个是危害了儿少的身心健康。OK， 这个都是具体量化的东西，所以你袂当讲哦，我即马去用关台，啊，你就讲哦，拢牵拖讲啊，是因为你头家的政治立场，甲民进党无相共，所以民进党就去影响到你新闻的自由。我感觉这不是事实。OK， 我感觉应该回过头来讲，为什么2014年在马英九总统的时候换照？中天被要求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当阵有付款吼，5个付款就是爱答成啊啦。啊，你的付款伫个6年了后，为什么你重新去有委员？马英九的委员，甲蔡英文总统即马任来 NCC 的委员，感觉是共款，只是马英九互你机会，迄时阵的委员互你机会搁改，即马的委员感觉讲，我已经之前互你机会改，如果你无改，而且你的头家变本加厉。OK， 我感觉中天甲金嘛，拢无去解说到鲍老板介入中天，去影响到编辑台自主这一件事情，应该要怎么处理 ？OK， 所以咱继续来看讲吼，这个 WeChat 这部分啊，佮有这个下令，这个反击无国界这个记者组织也好啦吼。另外咱嘛看讲吼，这个李永平啦吼，因为无支持韩国瑜暂时袂好上节目。这咱讲这个 WeChat 这流出来是这个前立委吴国昌所提到啦吼。啊嘛讲下令批评这个连台生吼，啊停这个郭台铭脱党参选这个部分吼，拢是这个错党的吼，讲一句啊尾手就收掉啦吼。啊另外咱嘛来看讲吼，到底这回吼这个中天新闻吼，针对咱讲的这个部分，安怎来去做一寡这声明吼？其实因的这个声明嘛是真重要吼，就是因讲吼，真正你就是这个戒严以来。真正是咱新闻自由甲言论自由上黑暗的这一天，然后另外吼，真正咱来去看到讲吼，因为这个总统府的这个物件吼，咱看到是这个 NCC 吼，不爱互这个中天换照，就是要达成到总统府行政院高层所交付的这个政治任务。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关掉中天是这个源自于这个蔡英文甲这个苏贞昌过去这个份啊吼，安怎份的，就是2018年的时阵选举的份也未消。另外咧，苏贞昌院长吼是安怎？安怎咧？就是讲180万方偷提说唔敢报案啦吼。另外，咱嘛讲到这个，那照讲 NCC 目前的这个标准，应该甲台湾所有的新闻台拢关掉。但是咱头拄嘛讲到，一支笑是共款的吼，拢爱一个标准来去做一寡检讨检验啦吼。另外，中天新闻表示讲，会有陆陆续续的这个法律甲救济行动哦，当然嘛是讲吼，影响到这个员工的这个工作权也好啦，等等。但是咱嘛过来一摆看到讲吼，这个错档啊，安怎来去声明？中天新闻安怎来去声明？先做来看。真大白字是写出考题2个字，甲中天新闻台同款是属于王董集团的《中国时报》，针对 NCC 做出中天新闻不互因换照的决议来发表意见。王董集团董事长蔡英明嘛伫人面册铺文表达伊的愤慨，认为讲这完全是政治操作，无顾中天新闻人的专业。发动人去检举一台新闻台，检举比较多，这样就可以不续照。被罚最多的不是中天，为什么只有中天要被关？3立的还懂，请问一下年代的练懂，请问一下东森，请问一下民视，高层都没有介入吗？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嘛召开记者会，批评 NCC 变脏兮兮。独立机关根本就无独立，毋过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声明，认为讲新闻自由毋是完全无管制，鼓励民主机关用机制来保障新闻伦理甲编辑自由。嘛认为讲审查符合正当性，毋过袂互因换照是极端手段。NCC 爱好好证明讲合理性，嘛爱以共款的标准来对待其他媒体接受审查。针对 NCC 的决议，嘛伫咧学界引起讨论的声音。从卫广法的要求来讲，确实这个是 NCC 的监理的职权，可能过去用付款的方式没有办法有效的协助跟要求改善他的内控跟他的新闻的品质。老板的自由在这个案例上，他侵害新闻的基层的工作者他们的新闻专业自主。NCC 如果要避免被人家操作成政治化的伤害，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对于中天的一些要求变成通则编辑式公约运动，那主要就是主张
新闻部门的运作，它应该要专业，摆脱媒体老板的干涉，把它一贯的适用到其他的电视媒体。那我相信社会大众会觉得 NCC 做得很公平公正。学者认为讲 NCC 应该把案件当中的积极甲要求，譬如讲媒体头家无应该干涉新闻等等的事项，拢列做通缉，要求所有电视台拢爱做甲到，才会当修补 NCC 的形象，而且协助新闻专业来正常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是咱讲吼，到底头家会当控制着这个新闻内部，还是讲吼，这个记者要写啥？这个新闻部，这个编辑吼，安怎去编辑这个新闻吼？安怎这个编排较有影，还是讲这个咱讲头家意志，就讲吼，啊你安怎写，你安怎写，赵先生，安尼敢唔当？其实你讲吼，袂当控制是对的，啊，不过袂当掺入都有问题。啊，美国的 Fox News 甲 CNN， 你有家己的立场啊？你 Fox News 的头家梅多，你看，川普毋是足生气，为虾米生气？伊靠个梅多讲，那个 Arizona 的报票的，甲遮早报互拜登，为虾米靠梅多？因为梅多会当影响 Fox News 嘛。啊，伊会当决定伊卖，无，这是一个常态。但是讲安尼唔对，对甲唔对，爱交互市长，爱交互这社会来讨论。社会来制裁讲，你这无我讲煞，我讲煞，请我讲煞。啊，另外，我今日先好赵先生。啊，另外我就讲，伊当决定讲我无爱影响，我会当决定讲我无爱，我爱报互拜登。哦，这是讲我该尊重。那是无尊重的，大家无想要看，讲这无专业的，无想要看，伊个批评，无要紧，花钱无要紧，该关，莫讲关掉啊，不续照，这是最严重啊，爱有足侪充分的物件。我讲一个你内底讨论的一个，我就问李永平，内底讲封杀李永平，李永平讲无啊，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一个和我看伊的行事历哦，好，他在那段期间上了30几次。30几届，但是这个捞出来这个WeChat嘛是属实的。属实啊，属实啊，所以伊有掺入讨论嘛。伊讲这个新闻吼，可能几个重点你无注意到。我毋是替伊讲话哦，可能讲这嘛是无应该哦。啊，毋过这是讲你讲这安尼是迄关起来理由哦，安尼差不多其他的拢有，因为我家己吼，就去人八大封杀过。啊，直接嘛，甲阮讲是头家讲的。有影，咱嘛真正吼，万分讲这款这个头家当控制着这新闻内部，你要约啥安尼啦。对，我补充一下吼，而且讲是虾米错误，刚刚拄则讲这柚子，第一个你第一时间有更正，第二个美国有一个足有名的案件叫苏利文案。所以我案就是讲告迄个《纽约时报》讲涉嫌诽谤，伊的判官是安尼，除非他自己在判决的时候明知这个东西是假的，或者是说很恶意的报道，不然的话呢，原告要负极重的举证责任，因为在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错误如果不能被容忍，言论自由会受伤。错误你发现，你可以要求他更正，但是你不能因为他有错，我就把你关掉，这是不讲。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判决。OK， 但是咱嘛来讲吼，这个新闻自由甲这个言论自由到底这个标准是啥物吼？新闻自由那是吼，照较这个公义来讲吼，新闻自由是吼，这个咱讲吼，新闻工作人员有春秋的这个机会，但是咱嘛来讲吼，这回安尼看起来，那是讲这个头家会当影响到这个新闻自由，还是讲反倒来讲，这个中天新闻伊所谓的这个新闻自由是 NCC 甲因绑下去的。这个部分是两层无共款意义的物件吼。继续咱搁先请教这律师吼，即阵咱讲中天新闻嘛，毋是无望啊，一定去用关掉。咱讲有这个行政，这个咱讲吼惊这个诉讼的这个问题咧出现啦吼，就是讲吼 NCC 伊即阵是独立的机关，毋是这个行政院的这个下级的这个机关吼。中天新闻对讲吼无互伊换成这个行政处分吼，无需要向这个行政院的这个提起诉愿吼，会当直接向这个行政法院来去提起诉讼吼。啊，行政诉讼主张咧，无爱互换掉。这个是违法的这个部分。另外，中天嘛当向行政法院申请着停止执行啦吼，用着这个暂时状态这个假处分，但是讲吼，这个假处分其实毋是讲真正安尼吹落去，咱讲法院嘛是会当看讲这个假处分会当过，也是袂过，继续先请教律师啦吼。确实吼，踮咧这个部分。当天不管任何电视台，你若收到行政机关互你的处分，你感觉对你的权益有损害，你拢会使提起救济。踮咧卫视广播电视法内底其实写了真明啊，咱16条之一，伊是讲你就直接去行行政诉讼，去行政法院提，这是法律已经明确写，所以毋免讨论诉愿的问题，法律已经特别写。当然中天伊提到处分了，伊会使讲我要行政诉讼，当然12月11号吼，这伊的迄个最后的期限，伊当然会惊讲我就去用关台啊。或者是讲我无同意，我许可，我袂使阁继续经营，伊可能会提即个假处分、甲停止执行的即个拢提起。但是呢，你要去看讲过去行政法院踮咧龙翔电影台，即个案件内底吼，踮咧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庭第88号，即个我为什么特别讲出来是？
法官过去有针对着讲啊，你临时去用停起来，即个换照无放准，即个部分敢袂使来做即个停止执行，甲申请加处分。法院是安尼讲啊，伊讲啊，6年一遍爱换照，这毋是已经甲你写明啊嘛？就是你本地就6年都换照风险伫啦。毋是讲你请着一摆，你就一世人拢会使去经营，所以6年换是毋是难以预料的风险？你就事先爱知影，我6年一届可能都无啊。所以踮咧遮你毋是难以恢复损害嘛？无法度讲这是难以预料风险。法院踮咧遮吼，当初是龙翔电影台这个案件，伊是甲驳回，讲你这袂使通过执行。除非法官踮咧遮转弯啦。大转弯讲，我拄着中天我要弯，无过去的即个见解吼，咱即马民主法治国家咧讲的审判嘛爱大家约束。你袂使讲我即个见解拄着你，啊，你拄着另外人我换一个见解，袂使安尼，袂使因人设事。所以过去有即个见解，中天踮咧遮伊当然会拄着困难，伊会使申请无？当然会使，但是若依照过去的见解，法官无转弯的情况之下，伊可能要申请讲12月11号，伊要继续去经营，有一定的难度咧，法律上有一定的难度。那我另外要补充讲，踮咧即个案件内底，其实足侪人咧讲啊，这是毋是中天因为伊政治上的原因啊，还是如何？其实踮咧 NCC 应该是讲黄国昌的即个迄个截图，这个截图出来了后吼，中天这边拢无人否认迄内底真实性。咱咧法律内底吼，法院内底要看，还是讲行政机关要判断一个案件，你是直接指挥，还是讲我是参与讨论，是两件代志哦。你要看客观的证据，客观的证据是啥？如果你是讲我这个头家，我带出一个议题，大家开始讨论讲我的见解是啥，我的见解是啥，我的见解是啥，这是讨论，这是讨论。如果伊客观的证据提出来是讲头家讲这是啥，下骹讲收到会安尼去执行，这都是下命令。所以这点在法律上，你咧法院内底嘛相像，你提出的证据，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就讲这是直接介入、直接指挥、直接控制，你袂讲这是参与讨论。旺中的这个问题，踮咧听证会顶悬，蔡衍明为着要闪这个责任，伊讲我是参与讨论尔，结果证据去用提出来，绝对是。这中天内底新闻人吼，一寡人拢有良知啦。咱咧做新闻，毋是讲我干那甲领一个薪水，我食一口饭。咱是一个专业新闻良知的这个问题。我一个专业人员踮咧遮食你的头路，当然食你的头路，但是我踮咧内底有我的专业的判断，我有新闻伦理，我有新闻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应该爱做的，包括个公平报道啦、查证义务，这拢是法律规定的，而且咱咧新闻学内底嘛拢有要求。所以踮咧内底为什么这截图会出来？绝对无可能讲外口去甲拷的嘛。内底人摕出来是讲内底有良知的新闻人，看袂落去讲头家安尼咧做，所以这个物件摕出来了后，有人要替这个旺中去辩解讲，伊这无干预新闻专业啦，没有去介入新闻直播，这讲袂过啦，无可能，因为客观的证据已经放咧遐，任何人咧替伊辩解，变做叫无看证据咧硬拗尔。OK， 搁请教授啦吼，咱拢这个新闻学咧讲吼，这个头家这个指控，安尼也是下令啊吗？也是讲是这个参与讨论？其实拄啊，咱刚议员讲了哈，新闻学第一课就讲嘛吼，4个责任嘛吼，守望、决策、教育、甲娱乐哈。伊离开校嘛一段时间啦吼，过去我感觉足配合的哈，这应该是当年老师教的啦吼。那确实，一个新闻媒体确实要做到这个地步，这是上面合格吼，有伊的社会责任，因为你享受言论自由的同时，要有社会责任。即摆中天的无服，伊会感觉不满，伊的心情我会使了解啦吼。比如讲，咱台语台外口的孔令路违规停车停几排，那敢拖一台尔，迄种拖的车主一定真袂爽快嘛。比如讲，你共款是红灯右转，啊，警察刚甲你压落来，其他拢无压，一定你感觉足不服气的嘛。所以讲，咱今仔日毋若是咱4位来宾主持嘛，同意嘛，乃会使用同一套标准来检验所有的有线新闻台，大家拢知影惊。会使抬价更高，哈！因为我感觉是中天啦，若无通换照，吼，来改关台，这唔重要，这唔重要代志。重要代志是会使用同一套标准来检验所有电视台无。我想要今日咱大家共识啦，吼。那另外一方面呢，按照我一个新闻系教授来看，吼，咱国内的新闻台其实半斤八两啦，吼，久笑比无买。但是咱若是用这个久笑比无买，咱这个讨论是啊，是啊，所以讲我要讲讲，今日这是一个契机啊，那是为中天换照事件开始，咱以后用严格标准来检验所有新闻台，这是一个好事啊。是，所以一个电视台关掉，无即照和继续播出，这无重要，重要是咱是毋是标准会使甲维持吼。但是这个标准若是维持啦 ，NCC 有啥物作为？有人讲吼，规气甲废除掉啦，啥物人执政伊就啥物色。所以讲，在这几方面爱检验 NCC 啦，伊也使贯彻到底，把这套标准吼，做到海枯石烂，大家给拍破啊。是啦。另外一方面呢，中天嘛爱检讨啊，你
一只手，一个手指啊比别人，四只手指啊比家己啊。总体有利用这时间来，这时机来好好反省无 ？OK。我伫要上节目之前，我一直有课哈，我问阮班上的新闻系学生哈，即大二大三个哈，差不多40-50个哈，大家对中天的言论立场哈，感觉安怎？差不多一半啦，一半满意，一半无满意。哈，实际无满意咧，伤红啦，伤红啊！迄个头家形象、社会形象无好啦。但是支不支持伊换照，差不多3-1啦。较侪人嘛是支持伊啊，但是这是学生的想法尔啊。即摆我是要讲的种，中天有利用这时间来好好反省家己无？你讲 NCC 有问题，你讲即种动对你追杀，但是你有利用这契机好好来检讨家己无？好，比如讲人讲你伤红，啊你有该要检讨无？是啊，你有哪新闻的立场，甲国台办的新闻稿讲的差不多。啊，大家记得咧，2年前6·4天安门事件的时阵，去中国时报网站查无相关的新闻，去落架去。好，啊，到尾要报开，这种去质疑啊！啊，你家己有一个旺报，啊，伊的主旨是要聚焦大陆，畅望两岸。所以我哋唔通讲别人家己抹啊，有当时家己抹一个红色又插痛家己喷掉啊！哦，所以讲我希望中天一方面希望大家来甲伊声援，另外一方面嘛要做同款的检讨，是毋是有啥物所在无合咱社会期望，家己做啊无足够的所在，嘛希望利用这机会好好改进。OK， 咱嘛个回归到咱讲吼，昨下这个记者会头顶啦吼，就是讲这个7比控这个新闻一出来，其实咱讲吼，这个注意甲这个媒体这个回应吼，其实咱嘛有人讲吼，伫遐过来过去啦吼。第一个题文咱先看着讲吼，因为这个权益吼是12月这个11吼，这个就要收台啦吼，可能这个员工的这个劳动权益安怎去保护啦吼？咱头头嘛讲过吼，这6年换照一遍吼，绝对吼都是按算好势，所以这个注意伊是会吼申请就知影应该这是定期的，这只毋是万年这只吼。伊请到这个劳动主管机关来协助，另外就是讲吼，其他新闻台审议标准是毋是一致啦吼？这嘛是咱头头一直咧讨论。若是讲这个笑无法度共款吼，买手换这个3立也好，民视也好吼，因咧换照的时阵嘛，共款的受到这款质疑，所以咱嘛请这个 NCC 吼，共款标准对待所有的这个电视台啦。所以这单注意这个吼，伊讲的这个部分吼，每台新闻台吼，审议规定标准拢是一致标准的这部分吼。所以另外这个媒体佫问着吼，若是无中天，干那只剩一种声音尔吼，这个咱讲注意这个回应讲吼，这个讲法吼，其实是对其他媒体吼是一种侮辱伫咧啦吼。另外，咱讲吼违规案件诉讼内底啦吼，未审先判咧，你讲啥？这个注意讲吼，这个是行政处分，无确定进程，仍有员吼有这个法律的这个执行力。另外咧，就是讲到这个 NCC 委员的这个部分吼，内底咱看到迄当阵听证会内底有3位啦吼主持人，2位咱讲吼是这个林丽芬吼教授、王维晶教授啦吼，因拢是这个。这个王中集团吼，唔免利益回避吗？咱看到这个主委回应讲，哇，这个人拢是这个专业的这个委员会，怪伊无需要来回避啦吼。另外，咱讲这个鉴定人有历年的这个背景啦吼，咱看到这个主委讲啥？景象啦吼，各界拢有无共款的这个意见哈。另外，咱讲吼，52台这个空出来了后吼，由谁来去补啦吼？咱看到这个主委讲。系统业者提出来希望吼，这个公共集团来一个机会啦吼。另外，咱个先请教咱的这个发言人吼，其实咱看起来媒体这个提问有真侪部分吼，有劳动权益也好，也是讲吼买手，咱讲吼这支笑的标准到底是毋是一致啦吼？这嘛是 NCC 未来可能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讲吼，历年背景拢是恁执政党的这些人嘛？第一类吼，就是中天这个员工伊的劳动权益的部分啦，吼，就是头拄之前委员其实都已经讲，个头拄地营律师嘛有讲到呀，吼，就是讲换照这个部分，就是你这个电视台你的 license，你当时到期你本来就有这个风险，吼，唔是讲为着我甲你顾你这个员工，我就爱互你这个电视台继续落去，安尼咱这个审照6年的审照的这个制度就无效去啊嘛，吼，所以。中天吼，还有蔡头家伊家己本身伊爱去想办法，要安怎去甲伊的这劳工吼，要安怎去调整伊的头路吼。我感觉这是头家的责任吼。你做头家要经营媒体，你会趁钱。毋过当你这个生意你也无法度搁继续做落去的时阵，你嘛爱帮你的员工去想其他的后路。第二个就是讲 NCC 这套标准对其他的电视台是毋是共款？我感觉这是一定爱共款的。所以头拄仔讲的讲，啥物倒一台，若是安怎做，我甲你讲，毋对，你著爱甲检举啊。对我一个读大学4年、读新闻系的人，我入大学老师就第一来甲我讲，你报新闻你的专业
都是爱真实，你要有新闻伦理，你要有新闻道德，你不能对这个社会有违背人伦理的部分，这是上基本的。所以，若是其他的电视台有违反这种状况的时阵，有甲中天共款的时阵，我感觉这无什么疑问。该处罚就处罚，该检举就该检举，而且因未来伫咧换照的时阵，我感觉用这种共一套的标准去要求，这是共款的。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讲，2014年中天伫咧换照的时阵，伊就去用留校查看啦。我要问咧，伫咧马英九执政的时阵，三立换台有换新闻，有换照，民视嘛有换照，其他电视台嘛有换照。若是迄时阵伊故意要找麻烦，伊嘛会使家留校查看啦。为什么只会针对中天？代表中天伊家己有问题嘛？而且我要互大家看的，就是讲，昨伫咧即个主委伫讲的时阵哦，伊其实有讲哦，伊讲107年，2018年。2018年伫咧评鉴之后，中天新闻台的内控跟自律是失灵的。本来伊的机制甲其他的电视台是拢差不多的，不过伊伫咧107年了后，伊会去用检举，还有违规的状况是严重的。所以是不是因为头家的影响，互本来有新闻自律、有新闻专业机制审查的中天电视台，变成这一套机制没有办法继续进行？我感觉这是。中天应该爱甲大家讲，而不是一直转移焦点，讲哦，这都是政治打压啦。而且我要甲大家讲的，就是台湾咱新闻有一个洪真林洪教授，台的新闻系的教授，其实伊伫咧2005年迄时阵，东森 S 台就去用换照无通过，迄时阵伊就有一篇的论文开始伫咧报告这个代志。真侪民主国家，包含英国、包含美国，对这个有线电视台拢是用同款的标准。你是新闻，你是第四权，你会当监督所有的政治人物，搁监督社会每一个人。唔过你在监督别人的时候，同时我也要监督你，因为你有的权利是比别人更大的。所以其实洪教授就一定甲咱，2005年时阵就甲咱讲，换照爱严格审查，这是民主国家，不管倒一个国家拢应该做的来要求的。咱讲过去这个东森 S 台这个部分，然后有人讲迄当阵这个主管机关这是这个行政院下底这个新闻局，所以有人讲哇，这就是这个政府执政党的这个手伸入到在 这个新闻局内底啦但是咱看了，迄当阵都咧讨论讲是毋是爱比较美国 FCC 共款，所以咱迄当阵有这个 NCC 的这个成立，但是咱头段嘛一直咧讲虾米人执政伊就变这个虾米色。但是这个赵先生过去伫咧立法院啦看到这个 NCC 是虾米款的这个部分。我看的到国民党执政的时阵我伫国会做助理其实我是无感觉讲NCC 甲国民党徛到底。这回是这个 NCC 甲民进党徛到底上大的问题就是讲 NCC 在大家心目中是毋是讲正客观拄则民调讲大家无相信，为啥无相信？因为今年的5月出来一个文件嘛。文件内底讲这进前有一个 NCC 的主委，照理来讲是姓詹呐，叫詹什么？詹宜蓉，詹宜婷嘛。结果叫咱的院长叫人选，甲伊骂到伊就失职啊。失职内底讲，就讲要出来密件说新的这 NCC 的委员是会听院长的话，大家就感觉讲，这是不是你家己安排的？而且咱 NCC 是讲是依政党比例席次分配制嘛，即届就是讲其实拢国会加。行政院是同一个进动，所以讲大家感觉讲依早原底 NCC 的设立就是讲，感觉讲新闻局是徛在行政权这边。当然爱有一个独立的机关，就是让这个政府的手没有办法直接伸过去。结果现在这个中间这个隔阂不见了，大家感觉说 NCC 是不是都在听院长的话？有这个疑虑，所以变成说他所做出来的所有的裁决，大家都会觉得是牵强附会、先射箭再画吧。这个信任的危机，政府要去说明跟解决。这个信任的危机，然后可能就是这个密件的这个部分但是咱嘛讲这个审查的这个部分，若是讲。敢若是这个 NCC 7位委员，安尼嘛讲袂过去啦，因为咱过去讲这个公民团体进前就一波啦，其实这个公民团体内底差不多8个至15个拢是咧第一阶段进前是提供这意见来互这个 NCC 的委员律师你安怎看咧？踮咧卫视广播电视法其实伊要求非常的严格，就是讲你若要一个新闻台要换照，你必须要经过头前有一个外部咨询的这个委员会，这个咨询委员会过了后，会搁甲 NCC 的委员就去做判断。2关啦，伊就是为着要
片面讲啊，你有诶凊彩都无换照，所以有真严格。我安尼讲是讲，2014年马英九政府执政诶时阵，迄个时阵绝对毋是民进党有法度去派遐个即个专家参与诶即个委员。迄个时阵嘛过半数甲你讲，即中天新闻台有问题，伊总无可能讲啊，迄个密件吼是为迄个时阵开始布局啦，所以为2014年就迄个密件，所以迄个时阵就开始布局要关中天。迄个时阵的即个专业判断，甲现主时的专业判断拢相像，就是讲马政府时代已经甲你判断讲，即内部控制有问题。其实咱咧一般咧读公司了解公司法制，或者是讲维持广播电视法内部控制的要求，其实无分倒一党呢，伊无咧插你倒一党，也是讲支持啥人，伊是看你内部到底你做即个新闻，你是毋是会使有一个较尊重专业自主的空间，袂互头家凊彩甲手撑入去，这是咧讲即个物件。所以2014年迄个时阵，伊个专家咨询委员会，迄个时阵无啥物民进党的密件去讲指挥因安尼做，因就讲这过半数讲这无同意，这内部控制有问题。迄个时阵 NCC 才勉强讲，我加4个条件，你中天爱做到，其他新闻台拢毋免。干那你中天4个条件爱做到，包括你要有独立的审查人，你要有专业的即个专职的编审，你要有伦理委员会外部的委员。结果这几个条件吼，中天内底就万则请到，而且内底无发挥的功能。伊若有发挥功能吼，袂发生讲，甲去年这 NCC 的观测报告，伊是对每一个新闻台做观测报告，结果有要差不多要9成。伊讲88.31，伊咧支持特定候选人，咱无管伊要支持啥人。你若讲你有一个专业的审查，你内底有一个独立的即个伦理委员，你若有即个独立的审查人，你都袂发生讲有9成，就特别9成比例的新闻去支持特定候选人。这全世界民主国家找无，你就算即届美国咧选吼，你讲不管是 CNN 还是福斯要支持啥人。伊嘛袂用到9成的新闻去报任何一个，伊一定有一个新闻上的要求，是讲我爱公平报道，我对这个人正面负面拢报，或者是讲我支持你，但是我嘛会配一寡其他的候选人。一般来讲是安尼，但是中天甲去年佫会出现讲，我有9成，要特别9成的比例支持特定候选人，咱台湾毋是北韩的，这种新闻的比例代表因内部控制绝对是有问题。2014年马政府时代都已经甲你讲，这内部控制有问题，结果咱迄个时阵付款互伊过，伊无要照去行结论，就是发生敢若北韩的代志。台湾即马好不容易 ，NCC 踮咧遮讲，我尊重专业判断。2014年跟2020年，专家咨询委员会内底专家拢甲你讲这有问题，我踮咧遮尊重依法行政，无爱互伊换照。结果佮甲你讲啊，这有啥物密件呐？这有啥物政治上的原因？2014年绝对毋是民进党迄个时阵密件会去甲控制啦。所以讲这其实我感觉拢是政治口水呢。OK 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各界这个回应吼，针对中天新闻换照无通过吼，佮有啥物这个疑虑，也是讲吼，这个解说这个方式啦。咱看到这个细心大学这个教授伊讲吼，这毋那是干那台这个中天吼，嘛是讲吼台这个台湾的这个新闻言论自由啦吼，啊真侪人吼是用着这个各种政治理由也好啦吼，真粉这个中天也好，还是讲这个专业要求吼，感觉中天伫咧选举新闻头顶处理有真大这个改进空间吼。啊，咱嘛看到无国界这个记者组织吼，伊讲啥？伊讲 NCC 这个审查中天新闻台即只符合正当性啦吼，独立审查这个机关吼换电视台即只，就是咱讲吼定期审查6年一届啦吼。但是真正不服气的，咱看到这个蔡党伊讲啥？真道理性吼，真爱台湾，爱台湾就是爱互台湾人过好日子吼。另外咧，伊袂放弃吼。捍卫中天新闻人的这个尊严，然后另外咱嘛来看到讲吼，这个罗教授伊安尼讲吼，过去吼真正是这个比这个钱吼，真正对当吼为所作为的这个时代已经结束吼，所以真侪人嘛有无共款的这个看法啦吼，但是咱嘛是尊重吼大家这个发言伫啦吼，但是咱嘛佫一概强调就是讲吼，新闻自由也是讲这个无共款的赞助对新闻自由这个概念甲界定吼，拢无共款吼，但是咱若是佫回归到这个制度面来看啦吼，其实咱嘛是望讲咱台湾传播的这个环境会较好啦吼，真正莫佫有这个拿捏的这立场吼，伫拼来拼去，但是这可能嘛是无可能，实际上咱要互这个 NCC 佫健全，教授佫有啥物看法？你会记得中天电视台捌讲过一个口号叫无色觉醒无？无色觉醒无？有印象无？这是梦中集团这所有的概念嘛？是讲2年啊，但是我希望蔡党甲你扪心自问吼，真正做到无色觉醒无？还是红色觉醒？所以你会使家己去思考啦吼。所以我大家对伊有质疑。比如讲即届 NCC 和中天新闻台4大追踪包含着财阀的
减数伤济，罚款伤济。第二个是来控甲自力失能嘛。第三个就是咱拄仔讲的迄个高层大股东会使干涉的新闻作业。第四个是看无到改善的可能嘛，无啥物策略。这4点因为一个角度来看是最有应得啊。伊确实这4点做无好啊，所以咱拄仔大家讨论到集中利用是毋是会使共一个标准去检验其他电视台。所以我感觉今日这事件吼，中天的问题较细，较大是 NCC 啊，因为咱拄嘛讲过嘛，市面上的民调哈，不管是偏哪的偏劣的做法，对伊不满意，上少有一半以上，上侪到70%，包含着伊有政治色彩，处理着中天事件无公正，还是呢中天应该要爱互换照，伊无去换照，这民调就是大家无看一个有讲好话啦吼，所以讲今日这危机。其实是针对 MCC 啦，我希望讲，咱拄仔希望讲，中天新闻来使检讨，NCC 嘛毋通结个点点，希望伊嘛使家己检讨家己。但係佢捌聽過周楚除傷害故事無？哦，伊家己嘛是其中一害啊。是啦，所以咱講到規個這個傳播環境愛健全，過去咱講新聞局這個時代已經結束 ，NCC 這回真正發揮到這個獨立這個審查，但是伊到底有獨立審查無吼？留待各位觀眾朋友家己去做評斷吼。今日非常感謝邱來賓，嘛感謝鄉親好朋友收看，咱後回再會，拜拜，感謝。